现在为大家插播一则很重要的关于本台的新闻。阿基电视台台长因为发高烧，所以就要好好的待在家里面休息。然后台长夫人就不在台长的身边，他跟朋友去吃午餐跟晚餐，但是台长夫人有回来买午餐给台长，所以台长还是觉得很开心。新闻报道到这里，然后就是新闻口号：阿基电视台认真搞笑，搞笑认真，一不小心喚起你的赤子心。祝你哋開心快樂每一天，Happy every day，拜拜。